毕业季过啊，真侪所在学生不愿意开租的套房，就有真侪碰床家具要单调。伫台南市一个月就回收3000多块碰床，不过这碰床拆袂离，蹲伫遐恐惊生网虫，也惊会倒回收。环保局就表示，因会用机械来提升处理碰床的速度。一台接一台回收车载人无碍碰床来掩埋场道，不到1点钟内就5台车出击。最近要单调的碰床量哪会遮济？环保局讲，因为市区林德甲永康有真侪间大学，佮加上出租套房袂少，大部分拢是换厝卡、自住换新的所等的。所以即摆是回收废弃碰床的高峰期，有民众讲应该要对制作碰床的源头环保化做起。弹簧床设计的那一端或制造的那一端可以把它尽量环保化，就是把它的材质啊或它的制作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。因为正林德掩埋场捌发生过大火，掩埋场到大也佮囤5000外的碰床，地方真烦恼。环保局讲，若是一个人一工上紧，敢若会使拆10顶。最近加强天高级的喷药啊，造成拆碰床的人工有限。其实掩埋场内底有一台拆除机，会配合技术来提升拆除的量。不过环保局也是呼吁乡亲爱加循环利用。前堆置在掩埋场的量大概有4、5千遍。在此也呼吁我们的民众，如果当用则用不要立即来做弹簧床的汰换。那如果还可以再2次使用的话，我们也建议来捐给一些弱势的家庭使用。真侪碰床看起来也个新点点，环保局规划未来向民众加强宣导回收观念。若讲可当用，因建议会使捐予有需要的人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